你姊妹平安，真正歡喜啊！看到咱大家老兄弟、老姊妹，哇，感謝主啊！每一個人就真正健康，哦，真正真少樣，真正感激啊！感謝主耶穌。今日我要講嘅題目是耶穌的使命啊 ，Jesus Mission 啊。可能我加淡薄就是講上帝嘅主權啊嚟講。最近啊，咱每一個大家個別店啊都落啦，會使講較神啊，報紙啦、新聞啊，就是以色列拍戰啊。了，較早是外口啲講啊，印度啊要死人，講1年2年了，印度就出名人講啊 ，hire and fire。了，我一個 customer manager，我問伊講，女人會驚？伊講咪講，我人驚甲袂曉驚呢。逐日聽講愛死人死人，然後結果有誒阮着啊，有誒着死阮啊，有誒 customer 會憤怒啊，伊講伊阮着死，伊誒產品啊，無做了去搬醫院難了。所以即個就是以色列拍戰啊，就是會使講基督徒甲回教黨誒拍戰。亂啥物？就是亂迄個地，以色列地。即個拍戰未了啊！即個以色列地咧是蝦米人誒？屬於蝦米人誒？咱大馬來西亞常常聽到講，馬來中山啊，其實早大人馬來西亞啊，第早誒來大馬來西亞人啊，是黑人阿斯，不毋是越南人。了1957年，英國嘅政府互咱獨立，即個條件，女人要和睦相處，平平倒一伙愛合作。大即個以色列阿拉本在，阿拉嘅人本在啊。上帝互即個地互以色列人，迦南人大佇舊約，甲即個巴勒斯坦嘅人是無相款啊。有早迦南人甲巴勒斯坦人是無相嘅，雖然樣大迄個所在。所以嚟講要亞羅咧，樣特別多對歷史。有人有可能會使講1948年以色列人拍戰來佔我人嘅地，但是嚟講，如果講起歷史咧，就起到尾尾，唔係講1948年、1923年英國也管理樣，因為樣未準備，後先樣嘅也未無咧準備講會管理這個國家個。所以要多對咧，要講多對歷史，起多對聖經舊約。大啲舊約聖經上帝應允亞伯蘭，2000差不多2009年公元啊 ，before BC 啊，耶穌未來點聲2000幾年。過了聖經講啊，684年，耶穌也馬路加入去咧迦南美地。聖經真正清楚，在舊約，即個以色列地是上帝予嘅，予以色列人嘅，予猶太人。講到即個是講上帝嘅主權啊，講到尾啦，上帝嘅管嘛。OK， 咱來看到今朝你要講嘅主題啊，主耶穌嘅使命。聖經講，創世記第1章第1節到第5節，第一節起頭上帝創造天甲地，第2節就是空空混沌，深淵黑暗，混沌是亂場啦，了深淵黑暗種真正深，你看落去若看清咧，看無到底黑暗。上帝靈運行大水面。第3節，上帝講有光就有光。第4節，上帝看光是好，上帝將光暗分開。第5節，上帝叫迄個光
做日，叫暗做暝，有下昏有早起是头一日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是讲，这个世界是属于上帝，上帝讲爱咪就爱咪，伊讲上帝就是 belong to God 啦。伊讲阿咪就是伊的，伊做决定。上帝掌管一切。接落去来看，創世記12章第1節到第3節，耶和華對亞伯蘭講：亞伯蘭迄陣亞伯蘭啊，還未換名叫亞伯拉罕個。你著離開本地、本國、本族、老爸的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互你真濟大國，我要祝福你，互你的名最大，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氣。第3節，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互因；就做你的，我要責罰伊。對上萬族要因為你得到福氣。上帝講嚟講，你祝福亞伯蘭，我要祝福你。所以望未記啊，為以色列祈禱，祝福以色列。上帝叫人聖經教導人為以色列祈禱。跳落去第6節，亞伯蘭經過迄個地，到佇示劍的所在，到摩利的上樹，迄時迦南族在大。記個，迄個摩利上樹是一個所在的名，迄點正迦南人大條。第7節，耶和華對亞伯蘭出現講：我要將這個地賞賜你的好意，伊就佇遐為着對伊出現的耶和華起一個壇啊。亞伯蘭在迄邊，上帝出現在伊的解講，伊要互伊賞賜這個地互你，伊就起一個壇。人福建人就用拜拜迄個壇，就是像一個世間的神殿啊，是啥物也好啦，了意思是講，一到示劍的所在，迦南人已經在迄邊了。迦南人在迄邊，甲迦南人管伊樣的國家無相咯。像咱馬來西亞歐人阿斯利，無論毋是歐人阿斯利管啊，用往哪佔去。包括澳大利亞本上，伊個是叫做紐西蘭的毛利的派來澳大利亞大，伊本無談，本上也無關。所以以色列的地是憑着神的應許賜給他們，上帝予伊人的。人袂講這地是啥物嘅，上帝予以色列人嘅答案就是一個，無別個，上帝予的。免講拍無拍，拍贏拍輸，你幫入面上帝。這個聖經創世記頭一章頭一節講起，天地甲老是屬於上帝，上帝講愛有光就有光，愛分開就分開。所以成個馬來西亞歐人阿斯利，澳大利亞本是歐人阿斯利，毛利的派在迄邊。人講澳大利亞的 ancestor 啦，伊樣嘅祖公啊。樣是大，伊就是英國迄個歹囝啊，迄個犯人啊，全個仔仔來頂澳大利亞迄個犯人所以我聽我太太樣去找我的小弟，樣去 supermarket 裡，然後伊會指著去才會見，然後有人排隊，出來的時，伊阿嬤查某講。講你入內面水袋啊，伊講入去真久，我人別人免用了水袋，入面咧因後面 ages 啊，伊講 ages，了有時囡仔校，了用啲我看囡仔校趣味咁數，了伊個路車校，也無人罵你啊，你咪看個囡仔校嘅啊，所以人真係驕傲，人無輸噶。伊無輸甲人斷人，有人講澳大利亞無榴蓮啊，還沒講無榴蓮啊，伊也無榴蓮啊，有刺所以第6節講，
所以第六，互人知影，要不然入去应许之地，迦南美地啊。第七節證明上帝透過蒙耶啊，要不然這個地，意思講當要不然到迦南美地時，這迦南人有大喺邊度，但是唔是無如講巴勒斯坦的人，巴勒斯坦用直直亂講我人地，唔是咧。照歷史來講，了我嘅意思講種就是主權啊，上帝好嘅，上帝愛好咁樣就好咁樣。接落去咱今日地方啊，耶穌嘅使命啊，耶穌嘅使命是傳福音。馬可福音第1章38節，今日咱第重點提要緊嘅題目嘅經文在這邊。第38節，耶穌甲因講：咱來去別位，到附近嘅鄉村，互我通佇遐傳道，因為我為着這個事才出來。主耶穌甲伊嘅門徒講：咱離開去別位了，要去傳福音了，因為就是為着這件事。我甲出來，意思講耶穌出來是要傳福音，你看伊去加利利啦、加百農啦、拿撒勒啦，所以直走，袂怪你看咱教會有安尼白地上，講讓人傳道直有人去到美國去倒咯，非洲本去啊，黑人本去，就是照這聖經教導，主耶穌本身講，直直刷，為着要傳福音。大馬可福音頭1章開始安怎講？施洗約翰強調啊，敢若有主耶穌才有資格來救人。伊講，這叫馬可，伊講這施洗約翰甲主耶穌有可能是表兄弟來，無聖經無講喊樣，無講喊伊是哥啊是兄弟啦，喊樣做官唔做事，因為無大無細啊，甲了本是個人啊，人個有分別啊，個有職啊，無是無，所以因為我人無切，我人袂曉本誒喊樣大喊樣細，樣咩本是袂曉呢？淡薄啊，所以這個伊講喊物件咧，馬可福音第1章第7節，伊傳講有一個比我較有關聯嘅，較有勢力嘅，對我後尾來，我苦惱來討伊嘅話大，也是無配得。我苦惱來討伊話大，本無資格啊。施洗約翰講，一個要過來就是主耶穌，要過來主耶穌。開始施洗約翰傳悔改認罪嘅福音，加罪赦免嘅福音。人大猶大加耶路撒冷認罪施洗約翰洗禮大佇約旦河啊。第7節，主耶穌嘅名出現了。福音書馬太、馬可、約翰、路加，加了有講起主耶穌洗禮嘅代志。咱看馬太福音16節，耶穌已經受洗了，對水起來，天忽然為着伊開，伊就看見上帝的人親像鳥降臨佇伊的頂面，在伊的身軀頂。第17節，佫對天有聲講：這個是我聽的囝，我所歡喜的。天頂有聲音講：主耶穌洗禮，就是約翰甲主耶穌洗禮，大水起來，天頂有聲音講：這是我所聽的囝。上帝的聲音講：這主耶穌是伊所聽的囝，我所歡喜的。所以這點聲，主耶穌從
拿撒勒啊，來到約旦河，受洗約翰就甲伊洗禮。洗禮了後，馬可福音第1章12到第30節，聖靈就帶領，伊洗禮了，聖靈就帶領耶穌入去曠野。在這邊，人看到主耶穌喺曠野做咩？祈禱，伊注重祈禱。主耶穌注重上帝嘅目的啊，唔是人嘅要求。40日40暝，魔鬼試探耶穌，過了這個曠野，主耶穌就去了入去加利利，傳上帝福音。到加利利嘅海邊行，主耶穌看到西門甲安德烈漁夫，耶穌甲伊講：對我來，這個得人如得伊嘅故事出面啊，就是對伊來去傳福音啊。那樣，這個就是主耶穌嘅使命咯，就是傳上帝嘅福音。養無每節節話，養着榜樣嘅網，養着軍隊耶穌。了過了無久，養看到兩個兄弟，雅各啊，James 甲 John 啊，雅各甲約翰，雅各。伊人就，這兩個就是西比泰嘅囝啊，雅各甲約翰。這個約翰甲這受洗約翰甲人要講約翰是無相啊，這受洗約翰過了是本丟了，本死本啊，แล้ว個這個約翰個無相咧，唔是咧受洗約翰，受洗約翰就，到底加拜農，讓到迄邊是安息日袂使做工啊，主耶穌就開始教導了。一開始耶穌講，伊就傳上帝國度嘅福音。馬可福音第1章19到31節，耶穌是加利利，然後耶穌就去加百農，一到加利利去，去加百農29節。馬可福音19節，伊已經出會堂。隨時甲雅各、約翰入，西門甲安德烈會家30節，西門嘅丈母倒掉破病，挑32節，天暗日頭落山了，有人就帶攏總有破病嘅，甲患着鬼嘅人就近伊，讓他來找耶穌，迄個破病嘅。伊個患着鬼啊，來找耶穌。因為咁說，因為這個樣安息日、Sabbath day 啊，樣袂使做工，你樣冇唔敢來找主耶穌。然後天就日頭落山呢，安息日過了，樣就較緊來安德烈厝來找耶穌，叫伊祈禱啦、看鬼啦、醫病啦。了因為日頭落山就愛暗了嘛，讓來學耶穌祈，叫耶穌講祈禱，主耶穌醫治伊人。我相信主耶穌啊，伊迄陣迄日迄暝讓伊做到真暗，祈禱到真暗，因為聖經講有人帶攏總有破病啊，甲患着鬼嘅人就近伊，真正濟人，所以應該真暗。人講啊。早唔來，晚唔來，安尼較晚較來無變咯，伊是安息日，樣袂使日頭落山較來。了，伊暗暝伊甲人祈禱，明仔早起早天未光，主耶穌就去曠野去祈禱了。35節講，加早起天未光，耶穌起來出去曠野嘅所在地下祈禱。西門甲伊嘅朋友嘅幾若個人來找伊，
37節講，找到主耶穌就甲伊講，真人佇找你，人佇找着主耶穌。即個Simon 甲伊講，這邊有要緊嘅重點就是講，第馬可福音第1章38節，大家人讀過啊。耶穌甲因講，咱來去別位，到附近嘅鄉村，互我通佇遐傳道，因為我為着這事才出來。這邊主耶穌醫治真正濟人大遮病人，人就愛留掉，甲用祈禱醫病。但是主耶穌講，咱人去別個鄉村了，因為為着阮嘅原因，我甲出來，我出來是要傳福音，一個鄉村去。所以為什麼主耶穌醫治一般嘅人，但是無醫治有嘅人，有醫治有無醫治？聖經講真清楚，主要醫治真正濟，但是無夠了。大聖經讓人看到幾哪個理由啊，幾哪個原因？主耶穌來嘅目的啊，唔是單單來野走病痛，大世界世界野走病痛，唔是單單啊。但是主耶穌嘅目的，是要來傳福音，要互人救恩 salvation 啊。約翰福音第5章第1節到15節，大佇這個比斯大 ，OK， 這個地位啊，有真正濟破相的人，上擺賣行啦，倒條床啦，還咪個了來。在迄邊所在，主要所干那醫治一個人咧，就是迄個一個38年要破相的人，賣行賣蝦米，倒條床。伊在這邊地位，主要所無醫治個了，伊干那醫治一個人咧。伊主要所要啟示，伊做這上帝嘅工作。這個破相的人啊，倒佇床袂行袂安咪，伊就舉伊嘅床，主要所醫治伊啊，這個倒床嘅人就舉起伊嘅床，舉伊嘅面床對伊。我看咧參考書啊，俺做法利賽人啊，安尼看安尼起哄，主要所醫治這個殘廢嘅殘廢倒床嘅，因為啊，我樣解釋啦，樣解釋講，我出來有一本連買嘅希伯來嘅作者，我逐晚未來就我現來看。然後補充淡薄，伊醫治佫袂要緊，這個人啊，這是樣解釋啦，真人毋知影啦，樣這個猶太人樣解釋，這法利賽人伊看到這個安息日嘛，安息日樣袂使做工嘛，耶穌醫治佫袂要緊啦，伊光伊嘅床，伊嘅面床光走光對下面。那樣看咧，樣就真正起哄了，法利賽人起哄了。樣上擺看到樣起哄咧，伊無看佫較重要，佫較有意思物件，就是這個神跡主要所醫治這個人，這神跡，安尼要緊嘅事，樣本忽略去，樣敢若看到講，這個Sabbath day袂使做工，袂使光面床，但是佫較要緊物件，這神跡樣無看到。所以上擺樣要殺死主耶穌，主耶穌做好人更多人得到恩典救恩啊！這個就是主耶穌的使命。雖然主耶穌在加百農伊真正出名，但是伊無在迄邊久，伊剛做了傳福音過來，佫再去別位啊。
伊嘅使命就是出去啊，傳福音。正我嘅題目講，馬可強調主耶穌伊嘅 intention 啊，伊嘅目的啊、目標啊，是要傳福音。馬可因第1章38節啊，頭晚讀過講啊，耶穌甲因講，咱來去別位，到附近嘅鄉村，互我通佇遐傳道，因為我為着即個事才出來，才出來。上帝耶穌嘅目的係傳福音，去規世界傳福音。到這邊聖經互咱知影主耶穌嘅使命，主耶穌強調伊嘅目的，毋是干那醫治，但是要傳上帝國度嘅福音。38節講，伊講，伊嘅使命，毋是要互人歡喜醫治，人得到醫治，更加重要是傳福音。但是愛互更加濟人得到，大隻敗人愛看更加濟即個神蹟啊神蹟，但是主耶穌離開，做上帝一天白嘅工作。到底比斯大嘅地位，有真正濟人，真正濟人真濟破病人，但是主耶穌醫治一個爾，代表主意思是講，伊毋是講去迄邊要滿足啊、完成人嘅需要、人嘅要求，但伊實在伊是要啟示上帝嘅目標啊、目的啊。不管大加利利還是比斯大，伊做上帝嘅工作，這個證明上帝嘅真理啊，就是上帝愛救啊，愛拯救咱每一個人。主耶穌行神蹟，證明伊是上帝嘅囝。最重要啊，就是伊互咱人救恩。醫治毋是單單主耶穌嘅目標，醫治因為每一個人耶穌醫治嘅，到尾來，咱人本是著死，所以主耶穌醫治咱人，對，伊是愛醫治咱，但伊嘅目標更加重要，毋是這個，因為人得到醫治了，到無久，到老嘛是著死，所以第一重要咧，佫是救恩啊。所以主耶穌愛伊嘅重點就是愛種用，救恩咯，salvation啊。主耶穌大世界啊，伊是100%神，100%人，伊本受痛苦，像阿保羅講迄大伊個肉嘅一支刺啊。咱人新加坡呢，咱本受着痛苦本，保羅三斗叫上帝掠走一支刺。了，上帝聽伊祈禱。上帝聽伊祈禱，上帝做更加好哦。保羅，伊講上帝講，用我的恩典夠你用。成個人手一支刺，實在真正做亂本嘅，所以一支刺咱看袂到。保羅這邊有講起講咩？迄個魔鬼啊，咪行過啊，咪這啥看袂到，但係有啥物關係？還是較直看，本是一個提摩人去結婚。上帝愛保羅謙卑家己，到這個聖經約拿嘅故事啊，約拿，上帝叫佢去尼尼微嘅所在，尼尼微是大以色列。North East 啊，東北還是北東唔知嚇，迄邊了，伊就
上帝嚟講，尼尼微是大東北啦，東北啊，然後伊正起用迄邊尼尼微人，你一條地一去應該是東，一走去西唔知國較遠，迄落無幾百幾條啊，這邊羅城區條金門區迄邊應該是坐船去啦，迄陣邊。點解來知？伊犯罪無聽上帝話，伊船起大風，咁個咧話，像點落海咁咪，要呼叫伊，安尼阮告訴。台邊尼尼微人，雖然有犯罪，但是也muốn求上帝祈禱，求上帝來鬥下手樣，救樣咁個了，痛苦還是破病，也muốn求上帝，各位上帝阮拯救樣咯，救樣阮啊，無管人咋。無管人咋，一個啥話我講嘅以色列迄邊拍戰，咱阮咧為着中東嘅人來祈禱阮，因為主耶穌嘅目標就是要傳福音，互迄邊人通得到得救，然後咱要為迄邊阿拉伯人祈禱阮，毋像咱無暑假一樣咁咪，人賣阮做阮，我做結論。主耶穌去一段，伊去迄曠野嘅祈禱，伊大加百農大西門嘅厝，早早之前祈禱到正暗，早伊本醒了咧去曠野本是去祈禱，所以祈禱真正重要。了這聖靈帶領伊去曠野40年，來帶領祈禱。了來傳福音咯，馬可福音同我講嘅咯，咱來去別個鄉村，因為我出來是要傳福音。所以主耶穌強調伊嘅目的、伊目標，毋是干那來醫治人，伊嘅目標就是要來傳福音。所以我分享到這邊，咱來領聖餐啊，咱準備咱嘅餅啊。哥林多前書第11章23節到26節。23節，因為我對主領受，也捌傳予恁的，就是主耶穌予人賣，迄暝有摕餅祝謝來白伊，講：這個是我的身軀，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來紀念我。咱來領受這個餅，紀念主耶穌為人破碎的身軀。25節阮講，食了後也安尼捧杯，講：這個杯就是咱也杯的。這個杯是新約，佇我的血設立的。你若是啉的時，就行安尼來紀念我，因為恁逐擺食這個餅、啉這個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過來。咱來啉這個杯，紀念主耶穌的寶血。咱來祈禱。親愛的父，阮的主，滿心感謝你，我感謝你，你保守看顧我人，你順順人的需要，無論是資源、健康，還是屬靈的，都攏來我人，互我人，我無得到欠缺，就求主來保守看顧我人。即陣我聚會要煞了，求主來保守我人每一項要對的路線，祝福我人，我的家庭，感謝有勞力，我的祈禱懇求是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。阿門。